歡迎嚟到2025廣州影博會。喺超過1萬平方米嘅展館入面，呢度唔單止展示咗中國電影嘅市場脈動，更吸引咗全球影人嘅目光。跟住我一齊入去睇下啦！呢度係本土力量嘅秀場，廣東嘅頭部影企齊聚於此。佢哋背後係廣東連續23年穩居全國票房第一嘅堅實市場，係廣州今年已突破14億票房嘅火熱消費力，夠晒 pro 啊！更令人振奮嘅係，嶺南創作正在世界舞台上閃閃發光。今年威尼斯電影節上，廣州出品嘅《玉掛中天》轟動全場，更讓辛芷蕾攞咗影后。從粵劇電影《白蛇傳情》、南粵宮詞屢獲金雞華表大獎，實現傳統藝術嘅破圈傳播，到如今文藝片喺國際上面斬獲殊榮。港產片正在用精品證明呢度嘅電影有厚度，更有銳度，真係夠晒薑啊！電影正成為融合灣區人民、貫通共同情感嘅關鍵紐帶。我愛你入面，魏大雄與韋英雄、梁家輝嘅動人演繹，背景正係廣州嘅街巷。平石先生集結近80位粵港澳演員，講述我哋共有嘅歷史記憶。灣區電影人已邁入從創意到製作、從市場到發行嘅全產業鏈深度合作，夠晒合拍啊！海外媒體喺呢度尋求機遇，嶺南精品喺呢度走向世界，灣區產業喺呢度碰撞融合，呢度就係2025廣州影博會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展覽，仲係平台、引擎、信號。佢話俾我哋知，電影嘅未來在開放、在深耕、在攜手。